有有啊，较紧的啦。哎哟，安尼你嘛较沙掠咧，安尼做工课哦，安尼扫扫打到遐都袂死哦。为什么打到遐都袂死？啊，你着安尼结果安尼软高高，安尼连到遐这细只你着打袂死，看你有偌骚。哦，阿嬷，为什么今仔日要煮这草啊？哎哟，什么草啊，讲囡啊，讲孙。阿嬷够怕啦！阿妈毋是咧拍你啦，咧教你啦。这吼毋是草，这叫做乌花干。什么是乌花干？哦，来，你遐去甲阿妈捧出来，阿妈教你。这若还袂拍，就是安尼，叫做乌花。吼，啊若拍大，就变做乌花干。阿嬷，啊你为什么无爱青青安尼煮啊？啊，这青青安尼煮，你即马若咧出的时阵，会当青青煮，你食会着啊。啊，毋过这若是无出的时阵，你要食乌花，都食袂着啊。啊，所以咱都爱家拍干起来，吼，食咧规年拢袂歹。摕去，先去甲我洗，阿嬷才豆豆我讲互你听，小可安尼晾一下就好哦。吼，这很干净啊。遮奇怪，这敢袂当食？哎哟，啥物袂当食？你都毋知影讲这有偌好食咧。阮阿母哦，若是食着这乌花干哦，是欢喜甲会唱歌哦。唱啥物歌啊？啊，阮阿母就讲，伊若咧煮这就会讲，迄丢丢冬啊，你着乌花干，草地名你着憨啊心肝。安尼知无？知。所以这款手艺吼，古早味的，若无家己吼，啊拢会失传啊，爱注意看哦。好。吼，无你是学袂着啊哦。安尼，即马洗好来吼，啊都爱家切的，吼。切的吼，切落安尼放就好啊吼。这就是蚵啊，迄支长啊，吼，爱顶悬着发一个叶啊，这就叶管，伊就是安尼生起来，啊，咱就是这叶啊，甲伊挽起来。啊，即摆吼，咱要煮吼，大先，咱就爱先用姜。啊，这鱼脯啊，丁香鱼啦，什么鱼脯啊拢好，吼，爱掺米线，吼，啊，甲伊炒咧，吼，来去煮，鼎放落，尾切落，啊，鼎，摸看觅，爱互伊有热度，吼，热度的时阵，油，吼，卖性感，吼，来姜，鱼脯，米线，米线莫伤济咯，米线安尼就有啊，伤济会伤咸，吼。然后，来，这个乌花干倒落。水爱加用一丝啦吼，因为这乌花干咱无泡过水，咱是直接安尼煮吼，爱煮互伊烂才好食。即马，咱就甲伊盖起来，中火就好啦吼。甲伊滚差不多爱10分钟，你家己会用来甲伊试看觅，试若有安尼有烂，啊才好食。嘿，真好食。盐吼，因为迄个豆浆啊有咸嘛，咱来小可试看觅咧。
有咸啊，咱就毋免搁掺盐啊。所以你家己爱去试看讲，啊若无够盐，你就盐搁掺一点啊，搁倒无回，互即个汤丝较焦一点啊。这个起鼎的时阵哦，这香油一点啊，较好食。好，来。